我哋嘅目標咧係主力係將物流呢個信息將帶俾全香港嘅中學生，帶俾香港未來新一代嘅物流人才。呢期嘅細路仔好好，佢哋好多諗法，有心、有興趣、有 passion、有未來，十分之好呢一代。我哋喺2023年公布咗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中，提出要加強對學生宣傳物流業嘅高端新形象，同埋增加學生接觸物流業嘅機會，以吸引熱愛科技嘅年青人入行。今次嘅活動正係其中一項措施。我更加期望呢次比賽可以啟發到各位同學對現代物流業嘅興趣。從呢次比賽中體驗到現代物流業專業、創新、活力嘅一面。今日好多個項目我睇完之後，大家正係體驗緊我所講嘅 Think Big 同埋 Act Small。希望即係鼓勵大家啦 ，OK， 即係喺未來嘅學習裏邊，正如Gary 所講，不斷咁樣去探索我哋呢個行業。我哋呢個行業係一個聰明嘅一個行業。係需要好多嘅書本學識去支持，做得更加完善，做得更加有效率，都要好 innovation 啦，亦都好多 ESG 元素加埋一齊。世界人才盡在物流。